最近有民眾發現講，這台電唔若換 logo， 本底這藍色小單也改做是青色的。台電表示講，這屆一般用戶會收到青藍色80周年限定的這個小單色幕，敢若會用到今年年底。也若講到這字體爭議，也強調講該字體是因為換企業識別系統，希望呈現新的意象。這舊的含新的 logo 攏是由台電來註冊。另外，中油公司本地也是想要換 logo， 卻因為成本上過懸，暫時無要做。掛在台電公司大門口這款舊的 logo， 啟用至今已經超過30年。不過近期台電公司更新企業識別系統，換了字體，引發爭議。另外，更有民眾收到新款賬單，發現顏色變了，由藍轉綠。摕到上新一期電費小單，未少民眾發現無同款啦。想起過去一般用戶小單底色是藍色的，即馬唔那是 logo 也改變底色，台電閣親自回應。那本來就是有這樣不同的顏色，它就是一個藍綠色的一個呈現。這個其實是搭配我們80周年的一個活動色系。台電解釋過去都有綠色小單，意思是欠打小單還是臨時用電戶。這一擺一般用戶收到是拿綠色是80周年特別限定款，也強調是愛現有印在牌頂，無另外開錢。上受注意的 logo 字體運用，台電表示，新舊標識攏由台電註冊，會採取保養的做法，由設計師立用金所做的字體。將會放佇所謂化產品，包括 App 完工名片，也是刊物印刷品。另外，台電全台建築物、看板、人手空車輛標識等，攏維持原來舊字體。更較受外界關注的，就是關係民眾票簿6月下季電費都要交。家庭主體平均每個月電費會升到1084塊，比唔是熱天的時期增加446塊，起碼7成。電費的增加，我們也分析過，大概有70%是因為用電量的增加。那至於大概是27% 的部分，才是因為是那個下月電價實施的關係。換 logo 風波傳燒，中油公司也承認原本有換 logo 的計劃，趕快是由有名設計師立用金來做。要考慮說，如果去改的話，要增加多少成本、多少費用？這個費用是蠻高的，因為所有 logo 都要改。所以目前是暫停狀態。中油發聲明強調，企業識別優化調整，要經過內部充分溝通，加利害關係人的認同，決定將緩實施。台電中油繼續了錢，尤其中東戰術無明朗，財務的空棚恐驚會佫擴大，錢若無開佇愛開的所在，攏會放大減持。記者綜合報道。